週末我睇到一份英文報章嘅報導，話政府可能有新嘅做法，就係咧會公佈招標賣地嗰啲嘅標價。我相信如果政府咁樣做咧，就只會公開標價，唔會公開邊間公司嘅。咁根據南華早報呢個報導咧，就好多地產界嘅人士啦，包括做仲量行嘅劉振江先生啦，咁同埋業界知名人士、商界名人湯文亮先生啦，佢哋都係表示歡迎嘅。咁呢個建議其實咧，我喺舊年12月15號宣布參選行政長官嘅時候，我政綱已經提出嚟嘅啦。後來林太應該都有提出嘅。咁我相信我同佢都一樣收到同一個訊息，喺我哋選舉過程接觸業界啦。商界人士都認為，都好多人問點解香港唔好似新加坡咁呢？因為新加坡其實係所有入標嘅標價都公開，公開標價唔等於公開邊間公司。公開標價有咩好處呢？就係第一，你可以睇到咧邊啲係落標價格過高。相信各位都知道，過去咧係有啲大企業啦，一啲過江龍喺香港買地啦，係用大高於市價嘅價錢去買地咧。佢咁貴去買啲麵粉，咁結果推高個市場。麵粉都咁貴啦，做好多麵包一定仲貴嘅，係令到已經係非常熾熱嘅地產市場更加熱。呢一點咧，如果係公開標價，就會俾業界同埋金融界睇到咧，甚至投資界市民都睇到咧，邊啲公司係落標嘅價錢太高，或者係銀行都考慮唔需要借咁多錢俾佢，咁樣做法其實係有啲過分啦。第二就係，如果你長時期公開嗰啲標價咧，你會睇到真係有意發展嘅商人咧，佢認為嗰個市場供求均衡嗰個市價喺邊度？真正市場決定嘅價錢喺邊度？你會睇到咧，譬如可能大部分落標都係1萬蚊，但忽然間有個出到18000蚊，嗰段時期你會睇到嘅真正嘅市價。而喺經濟學嚟講咧，提高嗰個資訊咧，提高資訊嘅透明度咧，對市場嘅發展係一定有好處。慢慢咧，就喺政府未能夠盡快提高土地供應嘅情況之下咧，做呢個簡單嘅行政措施咧，就可以令到個地產市場冷卻一啲嘅。咁係唔使錢，政府係自己改佢嘅做法啫嘛。我記得我喺選舉之後見林太都有同佢提過，佢就話佢好簡單答我話，政府部門都有啲新思維。咁我相信林太咧，佢時時講施政新作風啦做政府推動政策嘅新思維，我相信佢係會咁樣做，因為咧係對市場發展係有好處，遠遠多於其他嘅問題。當然政府可以考慮咩時候公佈標價，呢啲細節都可以考慮，但係長時期嚟講咧，提高嗰個市場資訊咧，一定對令到地產價回復個合理水平咧係有好處。當然如果你話要地價房價大幅回落咧，始終係要等有多啲供應咯。但係供應未趕得上嘅時候咧，呢啲措施係一定會有好處。所以我期待咧，行政長官或者喺佢10月宣布施政報告嘅時候咧，就公佈並且落實呢個安排。